70蚊一碗米線，以前我哋會話係天價，但係喺今時今日嘅香港，呢個價錢竟然變咗做一條令無數連鎖餐廳頭痛嘅生死線。好多人話香港餐飲業進入咗寒冬，但係如果你行轉尖沙咀或者銅鑼灣，你會發現一啲內地落嚟嘅過江龍竟然大排長龍。到底係香港人真係窮咗，定係我哋要求高咗？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一下，曾經稱霸香港平民美食界嘅譚仔，點解會陷入今日咁樣嘅困局？而嗰啲標榜過江龍嘅品牌，又係憑咩贏盡街坊嘅心？講起譚仔，大家腦入面一定會浮現嗰陣濃郁嘅酸辣味，仲有嗰句好親切嘅蜜餞九切或者三小辣。喺90年代中，即係大約1996年嗰陣，譚仔喺深水埗永隆街開咗第一間鋪。嗰陣時嘅香港，米線仲未係主流，大家食嘅一係就係雲吞麵，一係就係茶餐廳頹飯。譚仔兩兄弟憑住將雲南米線改良成香港人口味，再加埋嗰種自由配搭嘅車仔麵模式，可以話係開創咗一個時代。喺嗰個年代，40蚊有一碗熱辣辣、份量足嘅米線，仲可以同班阿姐傾兩句，呢種屋村味係好多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但係隨住時代發展，譚仔經歷咗拆夥，變咗譚仔雲南米線同埋譚仔三哥米線。之後喺2017年仲被日本嘅丸龜製麵母公司東利多 Torida 收購咗。喺呢個資本運作嘅背後，譚仔開始咗大規模嘅標準化同擴張。你可能會問，標準化唔係好事咩？但係對於一間賣街坊情懷嘅餐廳嚟講，過度嘅標準化往往就係味道流失嘅開始。而家你入到去，見到嘅係一式一樣嘅裝修，用手機掃碼點餐，連阿姐嗰種隨意嘅親切感都好似被公式化咗。當一碗米線加埋2、3隻配料，再叫杯凍檸茶，埋單要成7、80蚊嘅時候，香港人嘅心入面就自然會有一把秤，呢70蚊到底值唔值？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，香港人唔係食唔起70蚊一碗嘅米線，而係我哋唔想食一碗無靈魂嘅米線。喺2024年到2026年呢段時間，香港嘅消費模式發生咗好大嘅轉變。大家口中成日講嘅北上消費，其實反映咗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就係香港餐飲業嘅性價比已經跌到去一個臨界點。當你喺深圳用50蚊人民幣可以食到飽一飽，仲有埋服務，仲有埋精美嘅裝修，反到嚟香港，同樣嘅價錢可能只係夠食一餐快餐。而喺呢個時候，好多內地嘅餐飲品牌，即係我哋叫嘅過江龍，睇準咗呢個缺口，開始大規模進軍香港。你睇下太二酸菜魚、農耕記，甚至係一啲新興嘅湘菜或者串店，佢哋嚟到香港定價其實唔平，隨時都要100幾十蚊位，但係點解佢哋仲可以贏盡街坊？關鍵就喺體驗2個字。呢啲過江龍好清楚，如果單純比平，佢哋喺香港高昂嘅租金同人工下，好難做到好似內地咁平。所以佢哋選擇咗喺服務同產品力上落功夫。佢哋嘅服務唔係嗰種卑躬屈膝，而係一種有溫度嘅互動。可能係一日埋位就遞上嘅熱茶，可能係幫你收碟時嘅一個微笑。呢啲喺以前嘅香港餐廳係好基本嘅嘢，但係而家反而變咗做稀缺品。再加上呢啲品牌好擅長講故事，佢哋會強調食材嘅來源，強調製作嘅工序，令到你覺得呢100幾十蚊係花得有價值嘅。反觀譚仔，甚至係好多香港老牌連鎖店，佢哋好似陷入咗一個節流嘅死循環。因為人工貴就減少樓面人手，因為租金貴就將台凳排到密密麻麻，因為想快就將食材預製化。結果呢？客人坐得唔舒服，食得唔開心，埋單仲要見到個唔平嘅價錢。當70蚊一碗米線變成咗一種負擔，而唔係享受嘅時候，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2026年初市場會傳出譚仔要調整策略，甚至被形容為黯然退市嘅背後真相？其實退市或者收縮只係一個商業決定，真正令人感嘆嘅係香港本土餐飲文化嘅一種式微。以前我哋引以為傲嘅效率同靈活，喺資本嘅巨輪下，
好似慢慢磨平咗。我哋再嚟深度分析一下嗰啲過江龍點樣贏。首先係精準打擊，佢哋落嚟香港唔會咩都賣，佢哋通常只會主打一兩款王牌產品。比如講酸菜魚，佢就將酸菜魚做到極致，由魚嘅鮮度到酸菜嘅發酵時間都有一套嚴格嘅標準。當一個消費者心入面想食酸菜魚嘅時候，第一時間就會諗起佢。而譚仔呢，雖然口味多，但係好似樣樣都差少少咁，加上新出嘅產品有時真係創意過頭，令到一班老粉絲覺得無所適從。其次係社交屬性。而家嘅後生仔食嘢唔單止係為咗填飽個肚，仲係為咗打卡。過江龍嘅裝修通常都好有特色，燈光影相靚，包裝有設計感。你喺譚仔食碗米線，你未必會影相發朋友圈，但係你喺呢啲新派餐廳食飯，你一定會忍唔住拎部手機出嚟。呢種自發性嘅傳播，幫呢啲品牌慳咗好多廣告費，亦都建立咗一種潮嘅形象。講返價錢問題，70蚊呢個數字好微妙。對於一個月入兩3萬嘅上班族嚟講，午餐食70蚊其實係好正常。但係問題在於預期。如果我入去茶餐廳，我嘅預期係快、平、飽，咁70蚊我就會覺得貴。但係如果我入去一間裝修精緻、有冷氣、有人倒水嘅餐廳，70蚊我反而會覺得好抵。譚仔嘅尷尬之處就在於，佢嘅定位一直喺平民快餐同休閒餐飲之間搖擺。佢想賣貴啲嚟填補成本，但係佢嘅環境同服務又撐唔起嗰個日價。我聽過一啲喺餐飲界做咗20-30年嘅老前輩講，以前香港嘅餐飲業係靠人情味撐住嘅。就算係一間細細嘅麵檔，老細都會記得你食咩辣，要唔要酒清。但係而家呢種人情味被大數據、被 KPI 關鍵績效指標取代咗。經理關心嘅係翻台率，廚房關心嘅係出餐速度，無人真正關心客人食得開唔開心。而內地嘅品牌嚟到，佢哋將內地嗰套海底撈式嘅服務基因帶咗過來，雖然有時會覺得有啲過火，但係對於長期忍受香港差劣服務嘅消費者嚟講，呢種簡直係久旱逢甘露。另外，我哋不得不提供應鏈嘅優勢。呢啲過江龍背後通常都有好強大嘅供應鏈支持，佢哋可以喺內地大規模採購優質食材，再透過成熟嘅物流系統運嚟香港。咁樣做唔單止可以降低成本，最重要係可以保證產品質量嘅穩定。以前香港餐廳係靠師傅嘅手藝，但係師傅嘅狀態會有起伏，而且好難請人。而家呢啲品牌靠嘅係科學管理，就算換咗個廚師，煮出嚟嘅味道都係一模一樣。有好多人會話，香港人咁樣支持過江龍，係唔係背叛咗本地品牌？我覺得呢種說法太沉重。消費者永遠係現實嘅，邊度好食，邊度舒服，邊度值錢，大家就會去邊度。如果本地品牌唔去思考點樣進化，淨係識得喺度呻租貴人工貴，咁最後被市場淘汰係必然嘅結果。譚仔嘅故事其實係一個警示，佢提醒所有香港企業，當你規模做大咗之後，點樣仲可以保持嗰份初心？點樣可以喺標準化同人性化之間攞到平衡？我哋睇返2025年嘅數據，香港嘅餐飲業倒閉潮入面，其實好多都係嗰啲唔湯唔水嘅中價位餐廳。反而係極端嘅兩頭生得好好，一係就係極之平價嘅兩餸飯，10幾20蚊有一餐；一係就係過百蚊一位，有特色有服務嘅體驗型餐廳。譚仔正正就係卡喺中間，高不成低不就。其實過江龍贏盡街坊，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新鮮感。香港人係最中意試新嘢嘅。當一個內地網紅品牌宣布喺香港開分店，嗰種排隊嘅盛況，其實反映咗香港市場對高品質新形式餐飲嘅渴望。呢啲品牌通常好識得玩營銷，佢哋會揾好多靠意見領袖去試食，會喺社交媒體上面製造話題，等你有種如果唔去試下就落後咗嘅感覺。但係
新鮮感過咗之後點算呢？呢個就係考驗實力嘅時候。我哋見過好多過江龍落嚟香港，開咗1、2年就執笠，原因通常都係因為唔適應香港嘅高成本，或者係味道做唔到持久嘅吸引力。但係今次呢一批過江龍好似有啲唔同，佢哋更加有組織，更加有策略，而且佢哋係帶住降維打擊嘅心態落嚟嘅。香港餐飲業如果要突圍，我覺得一定要揾返自己嘅魂。我哋唔可以單純模仿人哋嘅裝修或者服務，我哋要諗下香港文化入面最吸引人嘅係咩？係唔係嗰種快而準嘅節奏？定係嗰種中西合璧嘅創意？又或者係嗰種充滿煙火氣嘅街頭味道？如果你問我70蚊一碗米線有冇人食？我會話有，只要你俾到價值我。呢個價值可以係味道上嘅極致，可以係心情上嘅愉悅，甚至可以係一種身份嘅認同。但係如果你俾我嘅只係一碗工廠式生產嘅麵，仲要我數碼點餐，自己拎水，最後仲要加一服務費，咁對唔住，我寧願行遠少少去食2餸飯，或者返屋企煮公仔麵。講到尾，譚仔嘅問題唔係佢賣得貴，而係佢令到消費者覺得佢唔值。一個品牌如果失去咗消費者嘅信任同情感連結，咁無論你開幾多間分店，用幾多錢做廣告，都救唔返。而嗰啲過江龍，佢哋而家正處於蜜月期，佢哋帶嚟咗新嘅風氣，刺激咗香港市場。呢種競爭其實對消費者係好事，因為佢迫使所有經營者都要諗下點樣做得更好。我記得有個街坊同我講過，佢話以前食譚仔係因為窮，想搵餐好食又唔貴嘅嘢食下，而家食譚仔好似係因為懶，費事諗食咩，但係食完之後又覺得好空虛。呢種空虛感就係譚仔最大嘅敵人。我哋再睇下2026年嘅趨勢，預計香港會出現更多小而美嘅精品餐廳。呢啲餐廳未必係大集團經營，但係老闆會有自己嘅執着。佢哋可能一日只賣100碗麵，賣晒就收工。佢哋嘅價錢可能都要70、80蚊，甚至100蚊，但係客人會食得出嗰份熱誠。呢種回歸原始、注重品質嘅經營模式，可能先至係對抗大財團、對抗平庸化嘅唯一出路。同時，我亦都見到一啲香港後生仔開始返嚟做餐飲，佢哋帶住新嘅思維，結合本地特色同現代管理，去重新定義港式味道。佢哋唔會盲目擴張，而係專注做好每一間分店。呢種匠心精神，其實先至係香港餐飲業最寶貴嘅資產。總結嚟講，70蚊一碗米線背後反映嘅係整個香港餐飲生態位嘅移位。譚仔嘅黯然並唔代表米線呢個品類嘅失敗，而係代表咗舊有連鎖模式嘅樽頸。而過江龍嘅興起，亦都唔係單純嘅外來入侵，而係市場對高品質服務同產品嘅自然選擇。喺未來呢幾年，我哋會見到更多品牌嘅起起伏伏。對於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嚟講，我哋最希望見到嘅唔係邊個贏邊個輸，而係無論我哋花50蚊定係100蚊，都能夠得到一份應有嘅尊重同美味。希望大家下次去食嘢嘅時候，唔好淨係睇個價錢，試下感受下嗰間餐廳有冇用心。因為喺呢個充滿變數嘅年代，一份用心做嘅嘢食，先至係最能夠溫暖人心嘅嘢。香港嘅餐飲故事，其實仲有好多篇章。由以前嘅大排檔，到後來嘅茶餐廳，再到譚仔米線嘅傳奇，到而家過江龍嘅挑戰，每一個階段都代表住香港人嘅生活狀態。雖然而家好似有啲亂，有啲難，但我相信只要香港人嗰種靈活變通、追求卓越嘅精神仲喺度，我哋一定可以再創造出令世界驚艷嘅美食文化。唔好再糾結嗰70蚊啦，去揾一間真正令你食得開心嘅餐廳啦。無論係轉角嗰間無名小店，定係大排長龍嘅過江龍，只要佢令你覺得值，咁就係最好嘅美食。最後，我想對所有喺香港堅持緊嘅餐飲從業員講聲加油！你哋嘅每一份努力，每一碗熱騰騰嘅麵，都係呢個城市最重要嘅底色。雖然環境變咗，
客人口味變咗，但係好食同用心呢兩樣嘢係永遠唔會過時嘅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。關於呢個70蚊米線嘅話題，你又有咩睇法？你有冇食過邊間令你覺得好驚艷，或者邊間令你覺得好失望嘅過江龍？大家可以多啲喺生活入面觀察，支持嗰啲真正用心做嘢嘅人。香港餐飲業嘅未來，其實就掌握喺我哋每一個消費者嘅手中。我會繼續留意住呢個市道嘅變化，再同大家分享更多深度嘅觀察。下次當你企喺街頭諗緊食咩好嘅時候，不妨停一停，諗一諗我今日講嘅呢番話。你會發現，原來一碗米線背後藏住咁大個世界。祝大家食得開心，食得有價值。喺呢個變幻莫測嘅2026年，最緊要係對得住自己個肚，對得住自己辛苦賺返嚟嘅錢。下次見。